想不到这天子脚下，北京城内光天化日还有人抢劫绑架，也难怪朝廷会实行严苛的刑罚。亏你还饱读诗书，这什么狗屁道理？推行暴政，我虽然不懂国之大事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唯有仁政才能治理天下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换衣服呀！哦。 你不是龙三，怎么样，中了小爷的金蝉脱壳之计了吧？傻了吧？那个龙公子我们跟了好久了，今天就是你坏了我们的好事。所以你们想干嘛呢？快！完了完了，这下惨了，龙三啊，我不过吃了你一碟点心，却要把一条命赔给你了。 你肯定会误会我顺走了你的财物，在背后骂我见利忘义、不讲信用。哎呦，真的是冤枉死我了！少主，今天有人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哦，什么人？这个人的声音好熟悉啊！放下。欢妹，怎么是你啊？把绳子解开。猪哥哥，猪哥哥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少主，这位是？她是我的小师妹一欢。啊，这些打架劫舍的人，你认识啊？你别胡说，他们都是我们联盟的好兄弟。一欢姑娘，刚才真是多有得罪，没想到我们居然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你们为什么要劫那个龙三啊？京城的达官贵人们都爱去那第一酒楼，所以我们在酒楼当中也安插了眼线，方便我们打探消息。这几天来，我们发现那个龙公子经常出现在第一酒楼，暗中查访各种民间消息，行迹可疑，出手又非常阔绰，所以我们打算绑了他，盘问盘问，顺便从他身上捞点钱财，用作咱们联盟的活动经费。没想到啊，却让你给破坏了。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自己人，我还以为他们是绑架良民的土匪呢。我一大早就接到师傅们的飞鸽传书，说你也来了京城，让我务必保护好你。我正想着怎么才能找到你，没想到我们竟以这种方式见面了。这家慈航药铺是咱们联盟在京城的据点之一，掌柜的还有店里的伙计都是咱们联盟中的兄弟。我现在的身份是这家店里新聘的坐堂郎中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在外人面前要叫我李建清李先生，不许再叫我朱哥哥了。知道啦。哎，朱哥哥、叶哥哥、雪姐姐、樊姐姐呢？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了。哦，我呢，在指挥兄弟们绑架龙三儿。没想到却歪打正着碰上了你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帮龙三儿啊？这个嘛，我先进去换件衣服，出来再跟你说。你就因为吃了他一碟点心，就去替他冒这个险？其实说实话，我根本就没想着要去冒险。我本来想着以我的轻功，就算打不过那几个乞丐，也是可以逃跑的。你呀，从小练功就不肯用功，又很少出门，缺乏江湖经验。这次幸亏是遇上了咱们自己的人，不然你现在就……你让我怎么办？咦，朱哥哥，你平时不是很讨厌我的吗？总是嫌我这个嫌我那个的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不就少一个大麻烦吗？呸！胡说什么呢？一点都不知道忌讳，赶紧呸一个！好，我呸！我什么时候讨厌过你？你是故意气我的，是不是？我开玩笑的嘛。行了，朱哥哥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不行，不告诉我你去哪儿，别想出这个门。
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这次我不会再出事儿了。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当面还给龙三。这个龙三身份很可疑，你要多留一个心眼。见到他，仔细打探一下他的底细。知道了，猪哥哥，走了。你当心点啊！我们家少爷等你好久了，你一直没来，这不，龙三少爷有点急事儿就走了。他就这么走了？龙三少爷叫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你。那他临走前有没有说什么？他不会误会我不讲信用，把他东西都骗走了吧？哎呀，这怎么会呀？龙三少爷从不把身外之物放在心上，倒是对小兄弟挺关心的。他跟我们说了，一旦有你的消息，叫我们马上派人到他府上去告诉他一声。他是哪家府上的少爷啊？这个我就无可奉告了。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当面还给他，以免他误会我。哎呦，龙三少爷说了，这些东西啊，就全送给你了，就当你对他帮忙的一点谢意。这些东西都很值钱的，他全都送给我了。龙三少爷对你倒是很欣赏的，还想和你交个朋友呢。小兄弟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那既然他也不肯说他的真名，我为何要坦诚相待呢？好吧，既然他都送给我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小兄弟，那以后如何联系你啊？告诉龙三，有缘自会相见。哇，这就是皇上住的地方啊，看着好气派啊。是啊，这就是紫禁城。这里本该是我的家，可现在却成了别人的家。环妹，总有一天，我要重新入住紫禁城，然后昭告天下，封你做我的皇后，让你坐上凤辇，风风光光的入住这紫禁城。我才不要当什么皇后呢，我又不想住在这紫禁城里。这个紫禁城啊，一看就是用黄金造的大金笼子，有什么好的呀？我才不稀罕。你难道不想母仪天下吗？我为什么要母仪天下呀？我的人生有3大志愿，一呢是吃遍天下所有的美食，2是穿遍天下所有的美衣，这第3个嘛，我希望赶紧治好倩影姐姐脸上的伤。环妹，你是大明晋王的女儿，又是我未来的太子妃，怎么可以这么胸无大志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才不想当什么太子妃呢。这话不敢跟爹跟师傅说，我也只能偷偷跟你说了。现在这世上太平，老百姓可以吃饱穿暖，这天下姓朱或者姓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师傅为什么一直想要光复大明啊？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呢？看，你生气了哈？这话我不敢跟师傅他们说，只敢跟你说。如果你要是生气的话，好吧，以后我就骗你，我说好听的话哄你，可以了吧？算了，虽然我有点生气，但我还是只想听你说真话。我就知道你不会生我气的。光复大明，为我诸事报仇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你不过是一个心思单纯的女孩子，我不该苛责于你。朱哥哥，你现在赶紧回药铺吧，我还想再去庙会逛逛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自己小心点，千万别再惹事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怎么比师傅跟爹加在一起还唠叨？走了。好香啊，好想再进去吃一顿。可惜这天下第一酒楼的菜价真是太贵了，根本吃不起。哼，驾着黄金马车，还这么横冲直撞，我倒要看看你是谁。
车主也太有钱了吧！哼，看这车夫刚才那么嚣张的样子，估计这个车主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就当劫富济贫了。中堂大人，这边请。中堂大人，请上车。大人慢点。当今世上，只有4位辅政大臣之一的鳌拜人称中堂。难不成这车上的人是鳌拜？鳌拜权倾天下，怪不得这车这般华贵，行人也都避让不及。想来他们也都认得。哎呀，一欢呀一欢，这次你可玩大发了。这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，要是被他发现你这个小毛贼，你这小命可就不保了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你可一定要保佑我！奴才见过中堂大人。公公不必多礼。宫中一切可都好吗？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。皇上好吗？皇上现在每天还是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，无心朝政。他那都是故意做给老夫看的吧？当年顺治爷临终托孤的情景，老夫至今难忘啊！只可惜这个小皇帝翅膀眼看着就硬了，有点看我等老臣不顺眼了。其实，皇上还是很念旧情的。帝王天子，有谁是心慈手软、真念旧情的？翅膀硬了，总是要飞的。你还是继续给皇上进补吧。每日1盅大补汤，你一定要看着皇上服下去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一定尽心伺候皇上。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。多谢中堂大人。赶紧送公公回宫，公公不便在外久留。奴才遵命。回宫？难道是回紫禁城？我的天哪！看来马车已经进了紫禁城。今天白天只看了紫禁城外的样子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。这马车等会儿肯定要出宫回鳌拜府。我是继续躲在马车上等出宫呢，还是找机会留在皇宫啊？好难得有机会进了皇宫，我要是不观光一下就离开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公公，您慢点。公公，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这一路可把我憋死了。这宫里的路不好找，还是咱家带你去吧。哟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哎呀，行，我知道你饿了，别叫了。御膳房里面有举世无双的美食，要不然先喂饱肚子。
善放。哦，幸亏猪哥哥给了我这张地图。 多金银财宝，全是真的！上老板的车反而因祸得福了。我得把这些金银盘子全都带走，带到明珠谷给我的姐妹们。都是皇上用的东西，太棒了！快快快快！ 行了，你还要都拿走？是你啊？谁啊？我跟你不熟，别跟我套近乎啊！哎，是我。哎，是你呀！是不是啊，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。嘘啊，嘘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走走走走。哎，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。啊。 哎呀，哎呀，吓死我！哎，多谢你啊，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就被抓了。不过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会在皇宫看见你呢？而且你对皇宫的地形如此熟悉。我呀，我是这个宫里的御前侍卫，所以啊，我对这个皇宫啊特别熟悉。你在宫里当差啊？怪不得那个书画斋的老板不肯跟我透露你的身份呢。原来如此啊！小兄弟，还是你说的对，有缘自会相见。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么晚进宫来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要多倒霉有多倒霉。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，看见一辆马。 但没有想到他居然如此放肆，胆敢公然勾结内奸，真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。还是小皇帝无能呗，这拉屎的呀，居然被吃屎的欺负。小兄弟，你这话未免也太糙了吧？话糙理不糙啊，我说的都是实在话。如果这个皇帝是个英明君主的话，那怎么可能任由鳌拜这么嚣张跋扈呢？小兄弟啊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
这皇上啊，年少，刚亲政不久，要整顿朝纲，自然是需要时间的。而且他确实想做出一番大事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派我乔装打扮，在宫外打探消息了。怪不得你在酒楼花钱这么阔气，原来是奉旨花钱啊！你这个差事不错啊！哎，我都跟你聊饿了，还好我在御膳房拿了点吃。这样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慢慢吃。去哪里啊？哪儿啊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哦。可是这御厨做的就是不一样，不光做的好看，吃着也香哈。那当然，能侍奉皇上的御厨，那都是天下第一的大厨子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是皇上的心腹侍卫吗？那你是他的御前侍卫，你想吃什么可以找他恩赐啊。那干嘛半夜3更的去御膳房偷吃的？我哪是偷偷去吃啊，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去吃。要不是为了掩护你，我哪会被那些相熟的侍卫追得满宫跑啊？怎么？不对啊，这2种糕里面掺了不同的香料，会使人慢性中毒的。中毒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些糕点是皇上最喜欢吃的，而且皇上平时进膳的时候，都是有专门的人用银针试过的，也有专门的人试吃，怎么可能会有毒呢？真的，这里边的香料性热，而这个糕点里面的香料性凉，2种单独食用不会中毒，但是混在一起长期食用就会使人中毒，并且可以使人心智受损。你没开玩笑啊？干嘛？别动，我来给你把脉。这位小兄弟，你的脉象已经显示你慢性中毒了。那个替皇上试吃的人，不会就是你吧？实不相瞒，其实呢是皇上和我最近都感觉到身体不适，所以呢特意让我来御膳房求证一下。原本呢我是不相信宫里的太医，所以想取几样食材拿到外面去给宫外的名医看看。一开始见到你在那儿的时候，我以为啊你是下毒的人，派来毁灭证据的。后来看到你毫无顾忌的大吃大喝，然后又跟我说了这些话，到现在我才相信你。遇到本李大侠李易欢算你运气，知道吗？李易欢，姓李名易欢，这名字挺好听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不仅名字好听，还会识毒，并且还会解毒呢。那我和皇上的毒能解吗？哎呀，你和皇上的毒嘛，解是可以解，不过这药材配起来比较难，而且这药材价格不菲啊。钱不是问题，你想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好，3日以后在第1酒楼，我带着解药，你把药钱给我。这个药钱嘛，10两黄金。没问题，我看也不必等到3日以后，我这枚玉扳指肯定不止10两黄金，你先拿去吧。哇，果然是个好扳指啊！你就这么把扳指给我了？你也不怕我骗你？我相信你，虽然我们2个相识不过1日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。只要是有本事的人，都不会因为钱财而背信弃义的。有眼光。我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我的本事不光这些，还有很多呢。以后有机会慢慢让你见识啊。好啊。不过呢，刚才在御膳房咱们2个交手的时候，我发现你的武功啊，其实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。没本事的人才会靠蛮力，像我们这种有本事的人是靠这里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我就是一个江湖小贼，我这点本事也足够了。但是你是御前侍卫啊，那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当的御前侍卫？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你投了个好胎，有了个好爹，才让你当上御前侍卫的？
实不相瞒，我确实是投了个好胎，有个好爹。我祖上啊是8旗的贵族，我能随侍皇上，也都是我们家里人帮的忙。任人唯亲，这康熙小皇帝啊，果然不是什么明君啊。哎，也就是你啊说这样的话，要别人说这样的话呢，我早就拉他去见官了。不过呢，你虽然言语上对皇上不敬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心思不坏。你这个小兄弟吧，通情达理，仗义疏财。我决定了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来，今天高兴，喝酒。我这壶底的酒可不是一般的酒，这个酒呢是我在山里发现的野山葡萄酒，也不知道哪位仙人何年何月何日酿造的，总之特别好喝。你别以为你是皇上的小跟班，吃惯了好多御食，好多御酒，就不把我这个酒当回事儿了。我这个酒啊，可比你那些御酒好喝多了。爽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啊，是好酒啊，是吧？多喝点。哎，小兄弟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为什么要进京啊？我呀，我就是一个江湖游侠。我进京呢，就是来看一看京城有多繁华，吃遍京城的美食。二呢，我是想找一些珍贵的药材，配一款冰肌雪肤养颜膏，给我姐姐脸上疗伤。你姐姐的脸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一说到这事儿吧，我就特别内疚。小的时候啊，我背着大人，拉着我姐姐去山里玩。哎，妹妹，咱们回去吧。平日里师傅们都不让咱们上山玩，说山里有野兽，那是他们吓唬咱们呢。走吧。哎呀，走啦！所以我姐姐脸上就落下了伤痕。我义父是个名医，他说要想治好我姐姐脸上的伤，就得用稀有的药材配成一副冰肌雪肤养颜膏。但我们家比较穷，这些药材一直凑不齐，所以我就想啊，什么时候能把我姐姐脸上的伤治好就好了。我姐姐可是个大美人，但就是因为脸上的伤让她变得很自卑，所以我希望我能早日帮她配齐这些药，治好她脸上的伤。所以你刚才不跟着那辆马车出宫，不是为了进御膳房偷吃东西，而是为了找太医院，去找那些能治好你姐姐脸上伤的药。对啊，本来我想先饱吃一顿再去太医院的，没成想。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，我喜欢你的性子。哎，你多大了？我呀，我是顺治12年5月初4生的。5月初4啊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太巧了，我也是5月初4。啊？只不过我是顺治11年的，比你大1岁。这么巧啊？哎，你说咱们两个1日之内相逢了2次，我觉得咱们这个缘分匪浅呀，不如我们今天指月为誓，结拜为兄弟，如何？从来没有人想着跟我结拜的。不过我以前老看古书上说，那些古人们结拜好像挺有意思的。当然了，我也一直想这么做来着，可惜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。既然你我这么有缘，那就结拜吧。我长你1岁，我做大哥，你是小弟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岂不闻古人有云：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咱们既然结拜，就不能以庸俗的年龄论长幼，咱们得看谁的见识广，本事强。刚才你也说了，我的见识广，本事强，所以我是大哥，你是小弟。这也行啊？当然了，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，再来打一架，谁赢了谁是大哥。不打，
行，居然还有人想当我的大哥。行，你是大哥，我是小弟，好了吧？我李一欢，我龙三，今日对着月亮发誓，结为异姓兄弟，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不背弃。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如有违誓，天打雷劈。大哥请，小弟请。哎，对了，我们现在都结拜了，以后不能骗你了，要不然会天打雷劈的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可真是个小白兔！我之前说那个解药说要10两黄金，其实只需要10个铜板。我跟你结拜了，所以自然不能骗你了。哦，还有这个玉扳指，还给你吧。我是刚开始看你那么有钱，所以想顺便敲敲你的竹杠。不过现在咱们都结拜了，我就不能再骗你了，我得讲义气啊。大哥果然是个性情中人。不过我们刚刚对着月亮发誓，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小弟的东西呢，就是大哥的东西。这个玉扳指啊，大哥你就好好收着吧。这个东西啊，小弟多的是，不必还我了。当真啊？当真。我们刚刚发过誓的，你总不想让小弟被天打雷劈吧？像你这样的小白兔，行走江湖不得被人炖了给烤了吃啊！不过你放心吧，现在有大哥在呢，大哥保护你。行，那日后小弟就多仰仗大哥观察了。放心吧，乖啊！我回来啦！你去哪儿了？猪哥哥，我看看啊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哎呀，猪哥哥，别大惊小怪的了。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？什么事都没有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，大家为了找你一宿都没睡，各个据点也都派了人满北京城的找你。樊师妹到现在都没回来。一欢，谢姐姐，你急死我们了！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没想到我一夜未归，大家这么兴师动众的。欢妹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如果你出了事，整个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你。如果因为你牺牲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我知道了，猪哥哥，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这样。不过，你们知道我去哪儿了吗？去哪儿了呀？紫禁城。你不是跟我说去庙会了吗？是啊，我是先去的庙会。我去了庙会以后，我还去紫禁城溜达了一圈呢。我不光进去了，你们猜我看到了谁？我碰到了皇上的御前侍卫龙三，我还跟他结拜了呢。啊？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我，给我。哇，看，没骗你们吧？我不光跟他结拜了，我还成了大哥了呢。他居然认我当大哥，我从小到大都是最小的，没想到我现在成大哥了。原来龙三就是康熙的御前侍卫，是替他在外面打探消息的，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。欢妹，你要多跟龙三联系，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，也许龙三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。没错，你昨晚不是正巧碰见鳌拜勾结内奸吗？这样一来，小皇帝肯定就更加记恨鳌拜了。可是我跟龙三都结拜了，他是我兄弟啊，我们已经发誓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？欢妹，情有轻重，义有大小。江湖情义固然重要，但那是小情小义。联盟光复大明，那才是大义。一欢，你要相信咱们这些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姐妹，可不能被刚认识的人给迷惑了呀。那好吧，我听你们的。
皇上头晕的毛病可好些了？略好些了。啊、只是，皇祖母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和皇后唠些家常。下去。是。现在你可以放心的说了，皇上这头晕的毛病，可是有什么古怪？是有人在皇上的饮食中下了毒。下了毒？那太医院的人回话说皇上患了风疾。哀家也奇怪，皇上啊从小就习武，身子骨健壮着呢，又正当年少，怎么可能患上风疾呢？这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，下的什么毒啊？是否危及到生命？皇祖母放心，倒不是什么要命的毒药，只是2种药性相克的草药，长期服用会引起心悸和头晕，无法理政。明白了，竟有人如此胆大包天，肆无忌惮，这在朝里找不出第二个。想必他是看上皇上长大成人了，却不甘心还政于皇上，居然不惜铤而走险来毒害皇上。皇祖母，那个狗奴才已经如此大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如今恐怕也只有您老人家能想办法来压制他了。哎，哀家老了，忠心于哀家的那些老臣们，病的病，老的老，死的死，都指望不上了。此人嚣张。不要，给你的。怎么煎怎么服我都写好了，1个月之内按我说的做，保你跟皇上体内的毒全部消除。多谢大哥。小小意思，不用客气的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你为你姐配的那个养颜膏需要的药材也写一份给我，我回头啊帮你去太医院取去。真的？谢谢龙小弟。自家兄弟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你们查到那个给皇上下毒的人了吗？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啊，但是也猜到了7、8分。会不会是那个中堂大人鳌拜啊？他那天说让宫里的内侍给皇上进补，是不是就是给皇上下毒啊？大哥，这外面人多嘴杂的，咱们好久才见一次。今天啊，我们只谈美食，不谈国事。对对对，美食当道，其他的靠边去吧，吃吧。好吃。哎，大哥，我送给你的那把古扇子呢？那把扇子啊，太贵重了，我不敢拿着，所以呢，改明儿我给它当了，兴许能换好多钱呢。大哥，那把古扇是我阿玛赠给我的，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。我和大哥呢一见如故，很是投缘，所以把它转赠给大哥。没想到你却想把它拿去当换钱。呸！我说错话了吗？别生气啊，龙小弟。您放心吧，那把扇子我会好好保存着，我绝对不会把它卖了。如果丢了的话，那我就出门被雷劈，下河被水淹死。你也不用发这么毒的誓啊，只要你心里有小弟就好了。哎呀，龙小弟，你不知道，你是贵族家的小公子，而我呢，从小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谷里面，
全谷的人呢，连一件像样的绸衫都没有。每当过年啊，所有的人分一头猪吃。来到京城以后呢，我觉得京城好繁华呀，我特别想努力赚钱，把这些钱都带给乡亲们，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。大哥，以后呢，要是缺钱的话，你就来找小弟我，小弟别的忙帮不上，银钱这方面啊，很是方便。只是，大哥千万别再把我送给你的东西拿去卖了换钱。哎，那可不行。虽然你是我兄弟，但是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我可不能再让你帮我了，我要自己赚钱。我知道，大哥这个人呢，表面上看上去放荡不羁，其实啊还是很有原则的。哎，我的龙小弟也不错嘛，仗义疏财，通情达理，最主要的，大气有钱。能得到大哥这样的评赏，小弟心里甚是欢喜啊！来，喝一杯。喝，干了。好热呀，为什么这么热还要开会啊？此人就是孙福，他曾是我二儿子，也就是奕欢的二哥李四星的心腹副将。当年我跟吴三桂在滇都大战，四星是怨恨我为了保护先帝，亲手射杀了他娘亲跟他妹妹，从此不知所踪。这孙福也下落不明。如今我们得到消息，孙福已经投降了清廷。现在，我要你们全力活捉孙福，把他带回明珠谷，从他的口中逼问出四星的下落。这孙福都投靠了清廷了，那我二哥会不会也投靠清廷了？奕欢，不要胡说。你二哥是我的亲儿子，是我一手教养成人，他是宁死也不会投降大清的。他的失踪，要么就是生我的气，要么就是被孙福暗害，为国捐躯了。孙福投降清廷以后，清廷对他很是重用，不仅赐了满姓，还封锁了一切有关他的消息。所以我们调查了这么多年，直到如今才探查到，元州知府阿克塞纳木泰就是当年李四星将军的副将孙福。他为了防止身份暴露，行事非常谨慎，出入都有大批士兵把守。为了保证能够活捉孙福，李欢，我们必须集体出动，明日便赶往元州。啊，明天就出发？对，等樊师妹执行任务回来，明天一早便出发。能不能过2天再出发呀？这来京城还没几天呢，庙会还没逛够，好多好吃的还没吃呢。龙小弟还跟我说他要请我吃烤鸭呢。爹，晚几天再走行不行？我们去元州不是游山玩水，捉拿孙福关系到查探你二哥四星的下落，必须马上执行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要是不愿去，那就跟着义父回明珠谷吧。回明珠谷？那我还是跟你们去元州抓什么阿克、什么泰什么的吧。奕欢，这次你要把你的玩性全都给我收起来，跟着你的几个师哥师姐，好好的完成任务，知道吗？大师兄，我看这样吧，此次劫人就由咱们4个来完成，让小师妹只负责接应就好了。还是叶哥哥对我好，不像某些人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，讨厌。你就是嫌我烦，我也得提醒你一句，坐直了。此次行动是我们5个人出师以来第一次集体行动，切莫大大咧咧的，不当一回事。认真点。奴才叩见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吉祥。嗨，甭这样，哀家都说了多少回了，那些繁文缛节的事啊，就免了。哼，赶紧坐下吧啊！谢太皇太后恩典。不知太皇太后召奴才来，有何吩咐啊？哎呦，哪有什么吩咐啊？也就是啊，看着眼下春光正好，想找几个老人呢，陪着哀家赏赏春光，是不是啊？这掐指一算呢，也就剩下你这么一个老东西了。
能来到这儿跟哀家说说话。是啊，这多尔衮死了有20年了，索尼也死了3年了，多谢太皇太后还念想着奴才。鳌拜呀，你可是我们大清国爱新觉罗氏的大功臣呢，也是哀家的老相知，哀家自然的时时刻刻会想到你。好在皇上已经成人了，哀家这担子呢该卸一卸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太皇太后所言极是，太皇太后也是不容易啊，辅佐了3代帝王，功盖千秋，真可谓是古往今来女中第一呀！哎呦，什么功盖千秋啊，天下女中第一呀，这都是虚名虚词儿。哀家不过是尽了一点本分而已，哀家就是指望着皇上亲政，这朝廷稳定。太皇太后放心，奴才定会尽力辅佐皇上，以不负先帝托孤之情。其实呢，你这些年对大清朝啊，一直是尽心尽力。哀家呢，这心里头领情。这皇上是刚刚亲政啊，哀家虽然老了，但是呢，哀家还是要竭尽全力来保护皇上。谁要是对皇上不敬，哀家呢，就算是拼了老命，也让他不得好死。听见了吗？请您放心，若是有人敢对皇上不利，那我鳌拜绝不会放过他。好，鳌拜，只要有你在，这朝堂上下就不会有人对皇上不敬。你也是3朝元老了，哀家呀，就是相信你有始有终。你哪怕是为自己和为自己的子孙博取一个美名呢，是不是？奴才多谢太皇太后的信任，奴才定当殚精竭虑，以不负太皇太后的期许。你瞧瞧，又来了。瞧瞧前面这一片的荷花啊，怎么着？去瞅瞅去。瞅瞅。得嘞。走着。这水月庵虽然不大，却是皇家赤节。这条河与外河相连，抓住孙福之后，我们连夜从这条水路走。就算他们最后发现知府不见了，全城戒严，我们已经离开元州了。一欢，别玩了，准备好船只，在指定地点接应我们，中途切莫离开。知道啦，啰里吧嗦的。主持，你帮帮我吧。施主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主持，我和夫君省亲途经元州，没想到夫君突然染上恶疾，就这么去了。阿弥陀佛。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看你如此年少就经历这等不幸之事，实在令人同情。好吧，贫尼就为你的亡夫做场法事，超度亡灵，让他能魂归故里吧。主持，谢谢你，谢谢主持。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主持帮忙，为了给夫君治病，我身上的银元全都花光了，不能去住客栈了。主持，您就收容我几天吧，带我的家人来把夫君的灵柩带走。到时候我一定会给庵里多捐功德。这水月庵多年来一直深得知府夫人看顾，3天后她要来此上香许愿，到时庵里会谢绝一切香客。若是她看见你们在此，恐怕多有不便呢。主持，我已经给家里发了急报，他们一定会赶过来，一定会在知府大人、知府夫人上香之前把我们接走的。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
池，我求求你了！快请起，我佛慈悲，贫尼就做主收容你3日吧。快请起。谢谢住持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叶师弟不愧是咱们的军师，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都进行得很好。还是大师兄的闭气功厉害，那住持1连2日为你做法事，都没有丝毫的察觉。明日啊，孙福的夫人就会来上香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对了，易欢接应的船只没问题吧？应该安排好了吧？他说没问题，应该没问题。小师妹虽然平时贪玩，但还是分得了轻重的，会安排好的。我亲自带他踩过点，亲自安排好船只，再三嘱咐过他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这个臭猪哥哥把我一个人扔在这。孙福还没抓到呢，就让我看着这船，这船难道会跑啊？真是，袁州有什么好吃的呢？怎么一提吃的我肚子就饿呀？不行不行，猪哥哥再三叮嘱我了，我必须要看好这个船。我还是在这儿老老实实守着吧，免得到时候有怨误。船家，船家，啊！送我去袁州城的春风院。对不起啊，我这船不送客。哇，好大一锭银子啊！可是猪哥哥吩咐过，千万要守在这里，不能离开。那这个钱我是挣还是不挣呢？现在送不送？是他，他怎么会乔装改扮到这里来呢？难道是鳌拜又在搞什么阴谋？猪哥哥他们明天才会动手劫走孙福，我且先送送这个车夫，说不定能打探到什么重要情报。到时候师傅和师兄师姐们就不敢小瞧我了。还愣着干嘛？哟，这人的功夫在我之上，我得当心点。客官，您说的春风院在什么地方啊？顺着河一直走，到了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好嘞。袁州城里鼎鼎大名的春风院都不知道，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子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春风院。啊，管这边请。走，慢走啊！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妓院啊！京城里有那么多更好更大的妓院，这鳌拜的车夫不会千里迢迢来到袁州就是为了嫖妓吧？肯定不是为了嫖妓，我得跟着看看去。
妈妈，生意可好啊？托中堂大人的福。哇，真美啊！这一定是你的头牌姑娘的房间吧？这么多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银的哎！没找到那个车夫，那我就打包这些东西也不错。官人请，官人这边请。中堂大人最近可好？一切安好，有劳妈妈费心了。官人这边请。好。官人请。妈妈，中堂大人交代您的事情，办得如何呀？哎呀，官人放心，这中堂大人交代的事情，自然是我春风院的头等大事。只不过中堂大人这次挑中的2位美人，虽然长相不错，但是资质却欠佳。想要把她们调教的琴棋歌舞精通，还要精通男女情趣之事，恐怕还需要多些时日。什么美人啊？还要琴棋书画皆通，还要懂得男女情趣之事？难道鳌拜想替自己讨小老婆？来不及了，离最后一批秀女进宫的时间不多了。待我办完这桩事，就送他们进京。哦，鳌拜不是给自己讨小老婆呀，是在帮康熙那个小皇帝调教小老婆呀。这个鳌拜一边给皇帝下毒，一边给皇帝挑选美女，还真是软硬兼施啊。这地方不能久待，我得赶紧离开，去船上等诸葛和他们。元州知府穆泰大人离我明晚相近，就在你的春风院，还请妈妈提前安排一下。官人放心，奴家一定安排妥当。有劳妈妈了。知府大人，穆泰，不就是我们要绑的孙福吗？是你？不是我。你假扮船夫跟着我，又来偷听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饶命！你先松开我！说。我说，这小的就是一个跑船的，我这送客官来这儿，这春风院我也不知道这春风院是哪儿。我这一来才发现，春风院是个妓院。我就想，小的我这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我就进来。但小的穿的这身吧，也不是熟客，没什么人招待小的。小的就在这2楼瞎晃悠，这晃悠着，就看见屋里有好多金银酒器，我就想伸手拿几件，结果小的错了，这小的再也不敢了。你只是为了偷东西，没有别的企图？小的糊涂，都是小的一时糊涂，这偷的东西都在这儿呢，你看看，都在这儿。果然是我院里的东西。客官，小的真是一时糊涂，
偷的这些都给您了。还有，之前客官赏给小的这一并还给您吧。哎呦，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命吧。小的家里还有5旬的老母，还有7旬的祖母呢。您就看在小的这么不容易的份上，您就放了小的吧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小的就先走了啊。客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身上真的什么都给您了，您不信您搜，但您千万别带我去见官啊！带你个小毛贼去见官，我没那个闲心。不过，你一个小跑船的，居然会武功？我这跑船的平时跟我这帮船帮兄弟都会练点，但我这3脚猫的功夫，这不一碰见您这武林高手，我不就不堪一击了吗？妈妈怎么看呢？一个穷跑船的，教训一顿就放了？他可不是什么穷跑船的穷小子，这丫头鬼着呢。丫头？哼，您没看出来呀？这是个姑娘，还是个厨呢，敢来我春风院偷东西，你胆儿够肥的呀！来人，把这女贼给我抓起来！走。干什么呀？进去。干什么呀？放我出去！救命！救命不行，我必须得出去。天一亮，朱哥和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。万一他们抓了孙福来到河边，却发现我和船都不见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看到我连这么简单的铜锁都打不开，肯定会骂我这个没出息的徒儿给您丢脸了吧？只怕不仅仅是把您的脸给丢了，搞不好我把自己的小命也给丢了。叶师弟，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易容成他们的样子，还真是有点困难。哎呀，你放心吧。我想，孙福那个鳖孙，也不会对手下的人个个都那么熟悉吧？8分像的话，还没问题。能不能生儿子，那都是命，不能强求。
说的倒是轻巧。老爷要是不喜欢儿子，为什么3年之间纳了3房妾室？夫人何必在意？那他们不也都生的是女儿吗？要是那几个小狐狸精比我先生出儿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夫人，菩萨面前不能口出恶言呐。哎，罪过罪过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夫人，请给菩萨上香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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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！来人！大人何事？何事？这里有诈，快扶夫人出去！快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不过想请知府大人跟我们走一趟，或者我们应该称呼您孙福孙将军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个呀，是我家人给安里捐的功德，望您收下。阿弥陀佛。对了，主持，我刚刚看到知府夫人的轿子已经到了，还请您帮我从偏门引开，不要冲撞到夫人啊。大人已经到了，我今天怎么睡得这么迟啊？你们快随我从偏门出去，这样就不会撞上他们了。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没资格提问，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李四星将军现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我不认识什么李四星将军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再敢说半个不字，我要你的命！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孙福，你以为你改了个满族名字阿克塞纳穆泰，我们就认不出你了吗？我真的不是知府大人，我只是他的替身。替身？如果真的孙福去了，那默笙和倩影不就危险了？大人，怎么样？他们2个有消息了吗？父亲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他们2个人，可能是偷懒去了。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其他人收好了，跟我进去。放肆！佛门清修之地，岂容你们在这儿胡闹？退下！大人，小的们不是担心您和夫人的安全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备轿。是。抓起来！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要本官的性命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夫人现在何处？
如果老实交代的话，本官或许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；如若不然，哈哈哈！弓箭手，慢着！老爷，快放了我夫人！若我夫人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了你们全部人的命！孙福，想不到你一个贪生怕死、卖主求荣的人，对你自己的女人，倒还算有点情义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孙福，李嗣兴将军到底身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没想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余孽还在兴风作浪。李嗣兴将军到底在哪儿？就你们几个毛头小子，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让你的弓箭手退下，放了我的朋友，我就放了你的夫人。2换2，除了我夫人，还有我那替身一并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走。走。弓箭手，言而无信，卑鄙！那些遗老遗臣们没有教过你们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君子了，只有成者亡，败者寇。给我放箭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小心！进城。剑上喂了毒，必须马上把它吸出来，否则会危及性命。忍着点。不，大师兄，万一你唇舌间有伤口，也会中毒的。你是大明的太子，身份尊贵，不能让你为我冒险，还是让他们去找解药吧。别说了。大师兄小心！你们就在这儿候着吧，我上去等人。这。奇怪了，老大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应该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啊。
天锁了，我这手指头都快磨破了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观世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菩提老祖，你们都显显灵啊！快点让我把这把锁打开呀！终于打开了！刘大哥，请您帮小弟在中堂面前多多美言2句。小弟早已跟钱明余孽划清界限，一心忠于大清，忠于中堂大人。钱明余孽呢，居然暗中派人来刺杀你，足以见得你早已和钱明余孽势不两立。是。那在下就回京复命。好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告辞。就。哦，难道这个一脸奴才相的人就是孙福？可他现在不是应该被猪哥哥他们绑了吗？难道猪哥哥他们失手了？知府大人，您可许久未来我这春风院了，姑娘们可都惦记着大人呢。妈妈帮我找一个厨。这怎么不舍得呀？哎呀，不是。妈妈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县官不如县管，这春风院毕竟还属于我的地界呢。好吧，不过这丫头她性子野，我得先找她说道说道，以免冲撞了大人。快带我去看看呐！好，这老鸨说的性子野的姑娘不是我吧？那我得赶紧离开。不对，既然猪哥哥他们已经失手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将功补过呢？对，我得回去。丫头，你长得这么俊，我怎么舍得把你送官呢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哦，还有你偷的那把银壶，我送给你。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只要你看上眼的，妈妈我通通都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妈妈您这是哄我呢？哎呦，妈妈我可是言出必行。不过呀，我要是放了你，那你是不是也要替我做件事情？什么事啊？你去陪知府大人一夜，只要你把知府大人陪开心了，那你偷东西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了。还有我许诺给你的这些东西，通通都送给你。但是妈妈，哎呀，像你这么年轻又生得这么花容月貌的，难道你真的要做大牢啊？丫头，你是聪明人，要怎么做还用我说吗？可是人家还没出阁呢，所以才让你陪知府大人呀。哎呀，其实女人呐，早晚是有这么一天，是要清白还是要自由，你自己选一个。就一个晚上，就一个晚上。那我还是选择自由吧。不过妈妈，您承诺过我的那些东西可不能食言啊！哎呦，您放心，妈妈我是讲信用、讲原则的。快，给姑娘梳洗打扮，快！姑娘请吧。哎呀，各位兄台，好久不见呐！是啊，十分开心呐！来，咱们干了这最后一杯。表哥，你还喝几杯啊？吃啊！多吃点菜。行。大人请。好。
见过大人。知府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是妈妈说的，说您是知府大人，让我好好伺候您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果然是个厨啊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好好伺候。不错。知府大人，那个妈妈跟我说啊，您今天遇到刺客了，让我给您倒几杯酒压压惊。好。谁呀？这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行刺您啊？就几个无名小卒，不足为惧。哦，那抓住了吗？可惜啊，让他们跑掉了。哎，不提那些事儿了。今天晚上，你可得好好的陪我找找乐子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尽情的喝酒。好。不过这酒怎么跟我往常喝的不大一样啊？嗨，这个酒是我专门为了让大人您压惊准备的酒啊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香，就和美人身上的味道一样香。哎，大人，咱俩玩骰子吧。好，来，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您输了，大人，您输了。来，满上。您输啊！这杯酒您得全喝了。好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这个小妖精。再来。小子，来呀，玩呀！找你。输了的话呢，你还得再喝一杯。这每次为什么都是我输啊？可能我今天运气好吧。来，大人喝。让我休息一下。哎，再喝点吧。休息。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跟我玩骰子，从小到大明珠谷就没人玩得过我，跟我玩，哼。天哪，这人跟个死猪似的，怎么抬啊？不行，外面都是他的侍卫兵，怎么办啊？有了！袁州城大大小小的饭店、酒楼、客栈都找遍了，易欢到底去哪儿了？一开始我还怪他没有在河边接应我们，现在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。你们看，是易欢的暗号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说她在春风院，可这春风院是什么地方啊？春风院听着像是妓院的名字，可是欢妹怎么会在妓院呢？哎，你们看。小师妹说她在妓院里捉到了孙福，让咱们赶紧去接应。朱哥哥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慢点啊，樊姐姐。这个人就是孙福。不过你们放心吧，我已经把他灌得不省人事了。果然是他，这个老狐狸。欢妹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哎呦，我这是迫不得已嘛。朱哥哥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若不是你擅自行动，划走了接应的船，我们怎么会落入孙福的包围圈？倾城为了救我，
还受了重伤。徐姐姐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已经服下解药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只需要运功几个时辰，就能排出余毒。事情败露以后，孙父下令全城搜捕我们不能回原来的客栈。还好叶师弟计划周密，事先准备了一处民居，让我们暂时有了安身避祸之处。青城也有地方可以养伤。大师兄，其实这次任务行动失败，也不能全怪小师妹没在指定的地点接应我们，主要还是这个老东西太老奸巨猾了，而且咱们过于轻敌了，对吧？算了，你能抓到孙福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了。只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孙福的人，我们要想一个办法，把孙福给运出去。我知道，老办法。龙少爷，酒楼就要打烊了，我看您等的朋友不会再来了吧？不如我们先回府吧，要不太夫人知道了，又要怪罪奴才了。别闹了，办正事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不管你叫猪哥哥了，应该叫你猪小妹？别闹了，猪小妹，走了。